雲南自駕遊8，昆明去石林，歸程24天自駕遊費用。旅程第19天黃昏時分。上集講到，我哋5點半嚟到呢間落日海灣民宿 check in。呢間民宿雖然唔係直接睇到海，但係非常靠近海邊。出門口向前行幾十米，轉左就見到海。沿住海邊一路行過去，十分之熱鬧，有好多食肆同埋休閒設施。我哋揀咗呢間南湖春食晚餐，我哋點咗2份過橋米線，118蚊。但係放喺台上面嘅陣容就十分之好睇，服務員亦都詳細講解。先介紹我們的一個配菜哈，這是我們今天現切的一個米脊肉、烏魚片、鮮味的老火腿，還有開背的一個跳灣蝦線的蝴蝶蝦、土雞肉，還有土豬炸的香酥。這邊的話是一個建水的草芽，還有我們的一個繡球菌。首先我們從我們的一個鵪鶉蛋開始，鵪鶉蛋的話有2種吃法，一個是給您倒在裡面，一個是給您打散裹肉片。您看是要打散裹肉片呢，還是直接倒裡面吃？直接倒。直接倒，好的。這是我們的一個烏魚片、鮮味火腿、蝴蝶蝦，這個是土豬香酥，你也可以叫油炸。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土雞肉，因為土雞肉是本地散養的跑地雞嘛，所以它肉質會比較緊實一些。然後給下入我們的一個，您看個有什麼忌口之類的嗎？都可以下。都可以下，好的。這邊給您下入我們一個榨菜、建水草芽。食呢個米線好有儀式感，100幾蚊獲得咁嘅服務，真係物超所值。餐廳嘅服務員向我哋提示，呢度昆明滇池嘅日落係好出名，大約7點就開始。於是我哋未到7點就去到海邊守候。滇池嘅夕陽西下真係好靚。旅程第20天，海晏村嘅村民話俾我哋聽，撈魚河濕地公園步行可以到嘅，只要行到海邊，沿住海邊一路行過去就得啦。而海邊嘅風光亦都好好睇。於是我哋今早就步行過去撈魚河濕地公園。今朝落過雨，海晏村不少嘅路面都出現水氹。我哋睇到告示板，原來海晏村正在進行市政基礎建設，怪唔得村口會封路，限制車輛出入，路面亦都進行工程，到處都凹凸不平。或者等到工程完成，海晏村應該係一個唔錯嘅旅遊度假地點。我哋沿住海邊嘅小路走過去，10幾分鐘之後，我哋進入濕地公園嘅範圍。我哋到達公園裏邊呢個市集，先食一啲嘢，然後再開始遊覽。呢度有相當多嘅樹木，我哋喺一個森林裏邊遊走。呢條係撈魚河，流入昆明滇池有35條河，撈魚河係其中之一。我哋沿住撈魚河嘅河邊一路向前行。我哋走到棧道盡頭，突入湖中，繞半個圈回頭。我哋穿越樹林，走到另一邊嘅沙灘。爬上觀景台嘅上層欣賞風景。
呢個濕地公園係一個美麗而舒適嘅地方。遊覽完畢，我哋就返到公園嘅市集，喺麥當勞食午餐，之後就從原路步行返海晏村嘅停車場攞車。我哋開車10幾分鐘，轉到同一區嘅呢一家全季酒店，熟悉嘅大堂風格，熟悉嘅房間佈置。今晚我哋喺呢度下榻，晚上我哋喺附近呢一家放豬妹餐廳食晚餐。旅程第21天，今朝喺酒店餐廳食早餐，然後收拾行李退房，開車離開昆明市，向東進發，開車1個多小時嚟到石林景區。我哋買票入場，長者半價門票65蚊，觀光車票25蚊，一共90蚊。我哋坐觀光車進入園區。遊覽完畢，我哋坐觀光車返回景區出口。今日我哋下榻石林縣呢一家金岸御龍度假酒店，晚餐就喺附近呢一家小精味道。旅程第22、23、24天，雲南省石林縣去廣西省白色市。今朝一早，我哋喺酒店餐廳食早餐，然後要開始返屋企嘅路程。現在9點10分，我哋從雲南嘅石林縣開車返去肇慶，全程1200公里，估計係會用3日嘅。今日先去廣西嘅白色市停靠，路程大概係470公里，估計開車係會用6小時嘅。我哋盡量將呢1200公里分成3等份，但係今日嘅路程比較長，係有470公里，中間停咗幾次服務區。中午我哋喺烏沙服務區食午餐，我哋預訂咗白色市嘅安達曼酒店。下晝接近5點，我哋抵達安達曼酒店，發覺熟口熟面，然後先至想起1年前我嘅廣西西線自駕遊曾經嚟呢家酒店住過2晚。晚上我哋喺酒店1樓呢一家泰萬萬餐廳食晚餐，回味一下去年同車友喺同一個地點一齊食飯嗰種情景，呢種感覺好有趣。旅程第23天，白色市去貴港市。相比尋日，今日嘅路程比較短，只有380公里。我哋爭取時間，上午先去參觀白色起義紀念館。參觀完畢，我獲發參觀證書1份。下晝5點半，我哋抵達貴港市嘅全季酒店。休息1晚之後，我哋開車370公里，順利返到肇慶嘅屋企，圓滿咁完成今次雲南自駕遊嘅旅程。最後總結一下，今次雲南自駕遊一共24日，開車3616公里。報告下支出：住宿6889，飲食4054，汽油費1798，路費1747。參加2日本地團810蚊，私人訂製行程3日包2晚酒店嘅3593蚊，景區門票加觀光車1140蚊，雜費672。我哋2個人24天嘅總消費係20703蚊。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！